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你敢有关心到非洲甲欧洲的代志吗？西班牙弹丸领土互马格里来包围，85000在地人突然间窜来了7万位，两国相骂无打紧，后面22国嘛互相无欢喜。地缘政治甲假消息这节课，你料想袂到的翘起。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摩洛哥文化观察家蔡锡仁。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淡江大学拉丁美洲甲 Caribbean 研究中心的主任姜国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台湾战略研究协会的理事高佩璇。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呢是较特别，台湾的 YouTuber 西班牙人黑素斯。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这是安怎一回事呢？顶日有超过7万人对着摩洛哥马格里环境行来到受去到西班牙北非的领土塞乌达，造成了至少83人的死亡。初四的时阵，西班牙甲欧盟开会，部分欧盟的国家要求重新检视申请制度，也就是签证的制度。那欧盟的移民事务官，因的布伦纳伊来表示，经过西班牙、摩洛哥甲欧盟的执委会的合作，新境区这个签证呢无受到影响。不过，伊也批评和非洲非法的这个移民的合法，唔是好的信息。大批移民伫沙坡顶有开卡就走，甚至穿风寒衫为海上受向岸边，有人利用冷态度海，也有人搬过围栏。乡乡来越境人潮好友在当地经历真歹应付。وهذا الشيء هذا راه ما فهمنا فيه والو، حنا المواطنين راه ما فاهمين والو، راه الاغلبيه كان خدام سمع بان الباب محلوله، ما الباب محلوله، الناس كتدخل كل شيء طلع لهنا。受灾人口只有大约85000人，短时间应急的人潮，唔但客观医疗甲收容所更加造成严重死伤。未少人受水越境的时饮食，也是咧被破坏，也是为离岸时烧钱烧而死亡。西班牙政府紧急增派军警强化海陆管制，多数渔民陆续翻头登去摩洛哥，有人勇行经过边境，也有人坐军用的卡车离开。جينا اسمحوا لنا كنطلبوا الاعتذار من السباليونيين جميع السباليونيين。因过游玩有部分移民无愿意离开，踮伫海堡也是树骹摕塑胶管做枕头，靠洗手啊甲啉水勉强度日。因为当地店头连续关门，连基本物资拢真欠。لافونير بغينا نديرو لافونير ديالنا ما خلاوناش بقاونا هنا بالجوع 3 ايام 4 ايام هما سادين علينا كلشي كاع لي ماغازان كاع الحوانت ما كاين والو كاع قلعة الماء ما كايناش。西班牙当局表示，后台当地渐渐恢复正常，已经伫边境架设新的海上遮挡，防止大规模越境搁发生。不过后台是欧盟伫非洲只有的2个陆地边界之一，这条空前的移民潮，也搁一摆点到欧洲对移民政策甲边境安全的激烈争论。公司新闻电话年依次编译。观众朋友已经感觉真好奇哦，今仔日虽然是安怎要来讨论这个所在，连听都毋捌听过，什么叫做塞乌达？而且呢，还有一个定特殊的名词啊，叫做飞地。飞地就是四平拢叫围起来一个领土。什么叫做飞地？啊，而且甲后面的关系是什么？咱先来看这个地图，你来看。这个海峡叫做 Algebra， 就是直布罗陀海峡。啊，内面一点，这个红点，拢去这马格里，这个摩洛哥甲围起来，啊，因就受水受去。是安怎？小等来请四位专家来讲起啊。但是这个所在领土内面才大超8万，我查起来才8万外。迄天就超5、6万人受水受过去啊。
这是安怎一回事吼？我先请蔡老师来甲咱讲起讲，这个前因后果吼，迄天是发生什么代志？这个问题它其实很久了。如果去讲非法移民的话，非法的移民，非法移民，迄问题已经足久啊，足久啊。即届无什么赶快是讲，讲起来是讲差不多6、7万人过去对无？但是唔是所有拢是摩洛哥人。有一部分是其他的人，有一部分是撒哈拉以南那些非洲人，又比如说像苏丹啊，现在不在内战嘛，控噶，嘿，就足侪人都过来，有我知影有苏丹，然后有迄个喀麦隆，然后有那个什么刚果什么的，就是还有塞内加尔，就是讲咱知影所有非洲一寡无法度生活的人，因想要去欧洲，用这做跳板，对，伊做跳板，所以伊目的唔是那个什么伊目的嘛唔是。西班牙，伊是要去欧洲找头路，所以即届无啥共款是讲有一部分，有一小部分，这人伊一直都伫咧那个西班牙跟美利亚，因这两个所在是西班牙的飞地嘛。蔡老师咧讲啊，还有另外一个所在美利亚。对，美利亚，这两个拢伫咧海边啊，因拢是西班牙的飞地，因拢想讲，我只要过去了后，我就到西班牙，我就到我就申根，我就到申根签证，但是无遐简单。但是无人会甲讲遐详细吧？是听到什么谣言的？人蛇集团拢会甲伊讲到最好听啊，就是亲像诈骗共款呐。所以这是有组织的，来讲来哦，足久的啊。夜机啊，来斗阵去安尼。是无甲无啊，像蔡老师带录音带啊。嘿，伊有诶拢，比如说非洲一寡较无法度生活的所在嘛，有诶一寡人蛇集团也甲因招，然后就讲想办法偷渡过来。有收钱哦。有诶是最辛苦是讲，伊甲伊厝内厝啊，什么嘿规装嘛，钱收小互伊，互伊去。对，有专征的希望安尼。是啊，所以有的人伊会甲你讲，我袂走，因为我就是讲，我厝内拢什么，逐项拢无啊，迄个大家靠我，想讲我用去欧洲，食迄个有头路，嫁一转来，所以有的人伊无爱转去。但所以你即摆去看，大部分即摆拢转去摩洛哥啊，遐的人拢是摩洛哥人，但是留落来，讲啥拢外走，足侪其实拢是遮个为撒拉以南非洲国家过去的人，因是无路可走。但是这个无啥赶快，伊人就这对无？但是大部分拢登去摩洛哥，为啥物？因为他们是有家可回，就是讲伊过来，但是伊发现讲，那无啥物。像头早老师讲的，这拢有路无厝啊。有一寡伊若是你看电视，是讲肤色较乌无？较暗的。嘿，因有的拢其实就是拢，伊本来都已经是符合联合国定义的难民，伊就想办法过来。那是就已经是算做 refugee。对，但是你若是讲这届有一个什么受过的冲下，其实这拢是摩洛哥北部的人。有的人是听人讲，我即马迄个什么边界开通，我即马过去，我就等于用手会使啦，用花的袂使啦。有啥你敢知有啥物？因为我捌去过遐，我捌去过那个是不是德美利亚，遐我拢去过，而且但是我无入去，我是咧边仔看。嘿，他那个围墙足悬呢。足悬，啊，佮足长诶，所以其实遐个所在，伊的戒备森严。就敢若加沙共款。你要过，真正足困难诶。所以其实即届大部分人伊是行陆过，伊毋是受诶是一部分，但是有大部分其实是行陆。有些什么意思是讲，伊是迄个那个。有人跳江拍开。是不是有一个向上突出去一个小小一个地区嘛？伊叫一个很高的围墙，平常时拢戒备森严对无？即届。唔知是为虾米，有可能是人上侪，还是安怎？即摆要搁咧调查，嘿，有虾米？伊用成功有一部分则是受过，有诶无法度则。所以唔是完全受罪嘅。唔是，其实大部分是用行跨过，对，行过就搁行得来，安尼。但是有诶人咧踩踏中，还是讲咧游泳诶时阵，伊就这听起来真蹊跷咧哦。平常时袂当过，那迄天会当过安尼。所以摩洛哥政府目前这唔知是调岗啊故意的呢？就是即马就是很多的真侪说法啦吼。这我姜老师来讲。抑个无法度证实。这你伫马格里吼，我互姜老师来讲。姜老师，你认为讲这是摩洛哥的政府？客一百挣一百好啦，一天凊彩啦，还是讲我要甲你讨物件，
伊是什么原因啊？我相信这一定是摩洛哥在放人了哦，不然这么多人他需要时间来慢慢集结嘛，他不是一下子5万人就跑出来了嘛，对不对？我要 call 5个朋友来吃饭嘛，半工。对啊，因为摩洛哥以前就干过这个事情嘛。2021年的时候，也有5月的时候也有一天搞了8000人，还到1万，对不对？那一次就是摩洛哥宣布他要放松他的边界管制，啊，那次他是报复。啊，报复什么呢？因为西撒哈拉的这个独立的领袖啊，去西班牙治病，他让他去了嘛啊。那这一次呢，是西班牙总理在7月20号的时候访问阿尔及利亚回来。那阿尔及利亚跟这个摩洛哥是死敌啊，4-5-K。对，我跟你讲，这个一定是摩洛哥放人啦，100%哦。只是说摩洛哥他会不会承认这个事情啊？因为你不可能5-6万人，摩洛哥也不是一个那么自由的国家嘛，对不对啊？你今天在那个边界守卫，你今天要能够挡，或者你要来驱散他们，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啦。以这个国家来说，你很容易就找得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但主要还是抗议西撒哈拉的问题，因为西撒哈拉要求独立的那一派是阿尔及利亚在支持的嘛。啊，那西班牙去访问了阿尔及利，西班牙总理去访问了阿尔及利亚，10天以后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西班牙嘛好殊相呢，伊也去为了这小专家来讲到底这国际政治下呢，所以老师我要甲你追问一个代志，就是讲伊这个地理所在，我看这个历史应该有上无嘛300-400年啊，对，这个所在，所以伊是先于摩洛哥的独立进程就是西班牙的领土，所以伊拒绝不爱互伊，是安尼吗？对，摩洛哥在1956年独立之后，其实他们有去提出这个主权的要求嘛。可是刚刚讲了塞乌达跟梅利亚这个2个地方，在西班牙的宪法里面，它都已经是自治城市了嘛。西班牙根本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西班牙根本不觉得这个是殖民地的遗迹啦。那以这个摩洛哥来说的话，他在情感上面，那是在他的领土上面，然后是飞地嘛，他觉得那个是西班牙以前的殖民地，可是西班牙不认为那是殖民地，哦，那就是我的2个自治城市了，就建立在那个地方了嘛，哦，然后它对西班牙的意义当然很重要了，哦，对2个城市，就像你刚刚有看到图，这个塞乌达跟这个西班牙本土之间很近嘛，然后在对西班牙来说的话。你刚刚也提到，就是直布罗陀海峡，对西班牙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通道啊，它就可以控它自己在北方控制，南方的话就塞乌达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了。啊，另外那梅利亚也是一样啊，梅利亚跟塞乌达其实都在西班牙来说都是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在南地中海这一部分的控制。其实不止这2个，这2个是2个大城市。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沿海还有控制3个岛屿。够3个小岛。对，那3个小岛。可当然，这个就是跟这个非洲本土就有。老师，你甲报这3个，还唔能够收过去啊？这三个上面没有居民，那个就是西班牙在控制的。万一有什么军事上面的需要，所以这个对西班牙来说的话，塞乌达当然是离西班牙更近了啊。这你刚刚提到，这都已经有至少500年西班牙统治的历史了嘛。这老牌殖民国家吼，这领土是疗伤未到了。对。这刷来我要请教高老师哈，高老师是这个研究难民的专家啦哈。他蔡老师有讲哦，这非法移民跟难民无同款。对。要安怎分啊？难民咱是讲，譬如讲，你因为你宗教、种族、国籍，还是你社会地位，嘿，你的身份，你惊你回去你的母国会遭受到迫害，这种叫难民。啊，非法移民是讲，咱讲，譬如讲你是人口贩运的迄种受害者，但是人口贩运伊嘛有分主动甲被动，啊，所以非法移民足侪是伊为着要来趁钱，伊要来拍工的，所以伊甲难民的定义完全无同。所以即道即个新闻出来，大家嘛是甲伊讲，伊这叫做讲移民的迄个大批的跨越边境，伊嘛无甲叫做难民。啊，但是呢，照蔡老师他所讲，就内面有一寡孔加，有这个塞内加尔，有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无好的，对，这会当算做难民。无，你若是经济因素的，这拢无算难民。难民就是咱头拄仔讲的，依照联合国的定义来看，你是因为你的
政治，还是你的身份、宗教、种族这种原因，你唔敢回去你的国家，你回去你可能，譬如讲，你会去遭受迫害，你得爱申请庇护，所以这种才叫做难民。但这道内底其实足多是，伊是为着要寻求更好的，咱讲欧洲梦，就甲伊在美国梦共款，我要找更好的工课啊，所以大家都去啊，因为就像头拄仔蔡老师讲的，大家伫咧迄个 IG 啊是 Facebook 顶共看，啊，因的误解最高法院西班牙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实伊迄句伊是讲，你若是海路来的。没有完成完备的法律程序的，这种你袂使立即遣返、快速遣返啊。但是吼，就做这种跨国组织、人口贩运组织，有机会。嘿，大家都黑白讲，咱只要是咱游泳过，拢唔免掠，因为咱唔是陆路的边境过，所以咱头拄仔对迄个影片，咱有看到讲，有的人伊就是安尼游过，啊，你跨过这个栅栏过去，啊，我只要到休达是属于西班牙的嘛。安尼，阮就等于讲，阮以后会使去西班牙，啊，咱就会使要去欧盟内底。啊，那像头拄仔蔡老师所讲的，就看这边境啊，姜老师也讲哦，这平常时拢安尼下袂过，万人够强的。啊，有通啊花起啊，这是嘛去被挑工的啦。对，像头拄仔龚老师讲的，其实足侪国外媒体嘛，感觉讲。迄可能是一个阴谋论啊，但是西班牙首相山切斯伊无讲这是阴谋论，伊当然嘛为着讲咱要甲摩洛哥的关系，嘿，伊就忍耐讲这是跨国组织、人口贩运组织所作所为啊，但是大部分的媒体啊，包括咱讲这跨越边境的非法移民嘛，足侪人讲，迄几工啊。警察足少的，足少人咧守住这个边境。甲吐槽。阵啊，对，你想迄个首大伊的人口差不多8万几个，你一工这几工内底3工吧，这3工内底5-6万人来，伊的经济负荷，还是讲伊咧接待这难民，伊接待这非法移民，伊其实伊这容训量，咱讲容量根本无够啊，所以足困扰的。但是真正足侪国外媒体拢讲这是一个阴谋论。哦。这哦，讲到这个所在吼，大家可能无概念，这西武大到底偌大？我特别去查过，18.5万平方公里啊，吼，差不多是咱中山区加大同区啦。对。吼，中山区加大同区，也就是讲，你对豆埕吼，南京西路一路去到南京东路某一个所在就停起来，吼啊。南至北吼嘛，细细啊，去到延平北路啦，啊，搁较去的这个民族西路，搁较去安尼啊，足细所在，突然间1来6-7万，我大概问啊，黑术师啊，我大概跟您整理一下。刚刚我们说的第一个，龚老师认为这个是摩洛哥政府故意放人的。然后刚刚高老师也说，这个很多去那边的人就说这几天警察很少啊。好，这是显然是有意的。然后也说到，这个其实是有点故意。为什么故意？就是当时候西班牙跟阿尔及利亚好起来了，所以摩洛哥想要来。那第一个我要先问的哈，你去过塞乌达吗？没有去过，但是曾经我妹也是住那边。住那边啊？那么从他的口中，或者你知道你们。我知道你是在马德里长大的。对。你们马德里人对这个塞乌达是什么看法？基本上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把他们就是一般西班牙人，所以我们也是会觉得是我们领土，所以不会觉得是殖民地。像这是刚刚老师在解释，会觉得就是一个就是一般的城市，但是比较边缘的。然后这个其实，所以跟卡尤岛跟马德拉岛过去殖民有这些，比如说维德角这种态度是不一样。对啊，我们不会觉得是殖民地。事实上，如果按照西班牙历史，当然如果我们看摩洛哥会有另外一种版本，但是按照西班牙历史，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殖民地。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本来就是西班牙领土。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哦，我是从塞乌达长大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们会觉得啊，就是另外一个西班牙的另外一部分啊，就是有一点像，如果我们在台湾，会有人说啊，我就是在澎湖长大了，就觉得哦，就这个概念。对啊，就是一样的。就我小琉球来的。对啊，差不多了。
就是，但是会不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奇怪啊？就是三面都被包围，然后只有一面背海，一面面海，没有这种你大概完全没有这个。你大概多大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这种小时候都有啊。因为我们学地理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对啊，对，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对，就是觉得是很自然的另外一个城市而已。OK，好，那么从这件事情我要问你的就是说，你们西班牙的媒体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复杂。刚刚大家都是讲到某一部分，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很了解这种状况，也是要看更多的部分，因为有一部分是西班牙政府现在的政府就是怎么说，然后当然是在野党是完全不一样的版本，还有警方也是有另外一种说法，例如。我们如果要说，数字就是有多少人就是进入修打，那我们每一个版本都会不一样，而且有多少人，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回去摩洛哥，但是多少人回去，跟怎么会处理这些事情，很乱，都会不一样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还没有提到，是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件事根本就是摩洛哥政府就是故意来报复，因为就是我们的总理是去那个埃尔及利亚，对。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还没有提到的角度，也是觉得也是蛮重要。西班牙的情报局有没有知道这件事？西班牙的军队有没有办法挡住这件事？当然是有。所以西班牙本来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当然这个事情像我们刚刚说的是几万个人，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当然知道，但是他们决定不要就是挡住，不要让它发生。对，他们是将计就计。对，当然是不会有一个公开，西班牙政府不会公开这样说，但是这件事也是有符合逻辑啊。西班牙的情报局当然知道这件事，然后当然就是可以挡住这件事发生，但是故意不是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发生的，不应该要怪摩洛哥而已，也是西班牙政府。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西班牙总理本来他的手机也是被一个叫飞马的一个间谍软体是被控制，所以他的资料都是在，当然这个不是公开的，但是他们这是公开的这件事，但是这些资料是在谁的手里，就是在摩洛哥。虽然这个也不是他们直接这样说，但是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摩洛哥有西班牙总理的资料，很敏感的资料，然后他们可以控制这个，他们也是可以就是影响到他的决定。比如说这件事发生。你这个是在写连续剧、写电影的呢？对，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很复杂。然后西班牙跟摩洛哥的关系也是蛮复杂的。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最后的受害者还是那些难民，而且还有西班牙的人民，就是因为西班牙人民也是受到这些难民的影响啊。因为也要想想看，如果突然有一堆难民或是非法移民跑到一个城市去，那个城市原本的人民他们怎么办？对，差不多是1倍。虽然他们只是官方数据是比较小，但是事实上就是大概1倍。然后到那边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还是需要吃饭啊，需要地方睡啊。那个接下来就很多问题了哈。对，这引发很多社会的问题，而且这个不就是影响到修打。也是会影响到西班牙跟欧洲，但是为什么欧盟很多国家后来是跟西班牙也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边界，他们也是我就请你出去生根。对，这我还请这我就请蔡老师哈，蔡老师，
第一啦吼，咱今日要看的就是讲啊，这个原本是安怎啊，即马发生什么代志，然后真趣味的是后面的国家大家都是吼，你讲伊安尼吼，分袂春车。但是本身西班牙这个政治的政体内面，左派甲右派嘛斗甲真厉害吼，啊对着这个修达的看法嘛无共款哦，啊马格里摩洛哥的政府，伊即马是对西班牙是啥物态度？在代志发生了，基本上摩洛哥对这个代志，伊就是无要互你讲足济，就是拢无啥物要讲。但是有一件代志，我感觉有一件代志足奇怪，就是讲，这件代志发生的时间，因为伊拄好伫咧国王登基日，差不多共时阵发生嘛。啊，迄足对摩洛哥来讲是足尴尬，因为国王登基日通常就是说那个国王说啊，我们上欢喜的时阵。嘿啊，阮今年破冷水安尼。就是讲经济偌好，从小，拢是真的。啊，变成讲啊，突然间，哪会遮侪人安尼为啊去，啊，拢全世界新闻拢看会到。啊，无甲你支持。嘿，其实对政府来讲是足尴尬的代志。啊，他都讲着讲，警卫是不是比较少什么的？但是有一个讲法，是讲因为国王登基日，啊，是不是足侪庆典嘞？拢去收庇啊。嘿，有人讲是因为人蛇集团知影讲警力拢去维持迄种庆典从下嘛，所以变成讲迄个边界那个所谓嘿有这是一个讲法，但是咱无法度确定。啊，像但是我有看着讲迄个，因为我台湾看法国的新闻，因为会比摩洛哥迄边较正确一丝安尼。啊，我看到伊就是有人有迄个西班牙迄边较正派、真正的较好的媒体，真正有翕到讲有迄个摩洛哥的警察，他就是态度消极。伊袂真正甲你讲爱放水，伊讲消极。比如讲伊看到人，伊就是无作为啦。嘿，啊，比如讲有车一台，伊无甲拦下来。啊，比如讲有可能甲讲啊，迄个伊迄就等个栏杆的围墙对吧？吼，会甲你讲有都位啊，有可能有门啊，从小甲你讲者安尼。我甲你引导啊。小可个暗示，伊袂真正讲去对开门就讲。就是台北车头位遐去啊。嘿，如果讲伊无甲阻止，啊，伊个，但是这个全部都是问号，因为伊无政府袂承认啊，但是迄个警察嘛唔知，伊无证据就对啊啦。但是至少这个代志对摩洛哥本身来讲，伊是足尴尬的，因为伊政府本身甲人民讲咱足强诶，但什么世间吧，结果大家要逃，咱世间嘛安怎啊？然后而且这是真诶，因为迄阮即摆因为摩洛哥伊就重视一种观光业发展，所以阮今年哦，阮的迄个观光人次已经超越埃及了，我们是非洲第一。然后我们的那个什么工业化的程度也都超越南非。其实这个国家在某个程度，它很认真在往前。嘿，但是伊变成讲有城乡差距，有贫富差距。你发展的时候有人脱班啊啦。所以过去遐拢是较辛苦的。啊，你国家你咧国王登基，你无可能希望全世界看到。较歹的一面，嘿，因为你一定有人做好做好的，啊嘛，他拄仔你讲迄个警察较消极，这个消极，我咧知啦，就公务人员哦，除非有人甲你下令啊，啊无伊哪会敢消极？歹讲，哦，真的，因为以我对摩洛哥的了解，什么原因都有可能发生，伊嘛有可能讲警察看到讲哎有人来遮济啊准煞，因为那个迄就含的是讲。因为我是看摩洛哥的网络嘛，就那我嘛惊一个，我会什么代志？讲你看什么 Face， 看那个哈巴，他整个那个大车站、火车站都是人，他们全部都要搭火车去那个坦基，然后他们要去那个他们要。有时间然后做记的啊。他就没有这个事情，就是他没有行动，所以就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摩洛哥的媒体，摩洛哥其实还是有一些人敢批评政府的，他就是有说你就是没有行动啊，你不管是对，作为啦，对你对这件代志你无甲阻止，啊你对咱国内一寡问题你嘛拢动作足慢呢。所以伊本身也有受到批评。有，但是那个声音比较小。但是伊上后尾搁较讲伊后面的伊领头无甲尊起来。但是尾就叫大家转来回家啊！要叫，敢若叫讲一句长长啊！无啊，但是大家就转来啊嘛。而且这人，大家转来。而且其实他有一些。啊，唔就跟他口告的，要去，啊，搁转来。有一寡新闻，
国际媒体比较不会报，就是这一群人回来之后，或者有一些他等着过去的人，他没有成功过去之后，他其实有在那个边界的地方，像坦吉尔什么地方，他其实有一些怎么讲，就是烧车啊，一些发泄的一些行为。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对摩洛哥内政本身，它其实是对，它是有的，它是有付出一点代价的。哇，这就真歹讲嘞吼。所以我讲这个代志愈想愈蹊跷，就是有很多问号。他都黑术士讲啊，讲说这个里面哇，西班牙的总理的手机啊，叫摩洛哥拿起来，这个威胁把冲上来。可是摩洛哥间谍有蛮强的，这是大家都知道啊。哇，他们看以色列也批评诶。因为他之前有什么监听法国总统什么的。哦，这我知。哎呀。所以因这也是默默的，也在进步。这种也算做进步啦吼。姜老师，你安怎看呢？这摩洛哥这个国家吼，咱所知，咱最近知影摩洛哥就是讲，伊无爱发咱签证，甲中国就好诶，一带一路找到新基地，但是摩洛哥其实甲美国、甲以色列嘛讲袂歹啊，因是安尼，两边拢想要好吗？对。这个摩洛哥跟美国的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关系都是差不多2020年开始转好的了哦，因为像2021年的时候是美国同意就是其实我们再往前面讲一点，就是摩洛哥有提出来一个西撒哈拉的自治方案，那个方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摩洛哥的主权底下让它自治啊，那很多国家都很模棱两可嘛啊，不过美国就支持了这个案子啊，然后换取什么？换取摩洛哥跟以色列建交。那时候在2020年、2021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在推动嘛，很多的阿拉伯国家跟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嘛啊。那以色列在2023年的时候也宣布同意这个西撒哈拉是这个摩洛哥的主权范围。这样子一下子关系就变好了。这主要是为什么摩洛哥跟这个以色列关系变好？因为中间牵涉到的主张独立的西撒哈拉独立的，我们刚刚提过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是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密切的，对。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美国极力在推动，因为在这个西撒哈拉问题上面，就是摩洛哥跟阿尔及利两个是对立的。所以咱咧讲敌人就是朋友啊。可以这么说，然后他们又在争夺在这个西北非的这个等于是一个区域的领导地位。对，您说的没有错。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复杂的，就是西撒哈拉就变成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大家都在争取这两个国家的支持，或者是这两个国家这个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在争取外界的支持，因为他们支持的是不同的立场的，可是现在在看呢，因为美国、以色列这些当然都不会去跟苏联走得很近的国家会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嘛，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来看的话，美国是很大力在推动，他承认了西撒哈拉是摩洛哥的这个主权范围，以色列也承认了，然后让以色列跟这个摩洛哥建交了，这算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中国跟这个摩洛哥的关系非常非常好啊！对，因为中国把摩洛哥看成我们在非洲的铁兄弟，他能够当摩洛哥当个跳板，能够到欧洲，因为他像他的电动车啊，在欧洲就被课征很高的关税嘛还有他的那些汽车零件啊什么，所以他现在在摩洛哥投资了很多有的说是可能上百亿了。在一个工业区里面，坦吉尔工业区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呢，很多的中国人都去那边投资，然后生产。安娜教力够，因为刚才我在家，因为摩洛哥跟欧盟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对，当然他可能像欧盟当然很严格，他不会让你洗产地就过去，可是至少你在摩洛哥那是一个就一点钢，对，很接近的地方。但是呢，按你讲，应该摩洛哥现在是欠钢啊。摩洛哥现在他是希望能够提升他的技术啦，他也是“一带一路”2023年参加了“一带一路”嘛，那中国大陆也帮他规划了高铁啊，然后帮他规划了很多的基础建设都中国人去做呀。现在就是这样子，对，所以中国也在利用摩洛哥，然后能够当个跳板，能够到
更容易的来进入欧洲。哦，这故事听起来真正愈来愈蹊跷哦。哎，对。啊，不过哦，我要就这个难民政治吼来请教高老师。即马整个欧洲吼，其实大家拢足惊的呢。吼，不管你是对土耳其来的，还是什么库德族来的，还是讲你对北非来的，伊拢足惊啊。尤其这还佫较左派政治、甲右派政治，你互相咧结来结去哦，像法国哦，啊无就讲法国南平啦，即马来讲你毋通上街，暗时6点你就转去困哦，啊对头前上头前的集市开始到即马，这个难民政治在欧洲，尤其是欧盟，因较有共识啊。其实我记得讲，我以前伫咧欧洲读册，迄时是2002到2007，阮3个半暝拢会出去生鸡，迄是袂要紧的。会使。嘿，迄是足安全的。但是欧盟真正伊爆发这个难民的危机，其实是对2015年达到上严重的时阵，因为2010年叙利亚内战。内战了，伊就爆发很多的难民，很多人不管伊是来自中亚、北非、中东，因就要走要来欧盟内底。所以迄时欧盟就无法度负荷了，欧盟就推荐一个迄个叫做配额制，譬如讲，逐个国家你收几个，但是足侪国家就感觉讲是安怎阮爱收遐侪，到尾后英国就脱欧嘛，所以这某种程度嘛影响到讲。规个迄个欧洲内底各国的政治版图，像你头拄仔讲的法国嘛是法国伊迄个国民阵线来改国民联盟，因嘛是因即种就是讲，因在欧洲你有左派甲右派，左派的像即马西班牙执政党伊是左派。右派就是咱讲，譬如讲你咧美国，川普嘛是右派。右派这种好听是讲民族主义者，但较歹听就是讲，其实伊是很种族的迄个主义者。因拢希望讲，卖遮尔侪人来咱的国家，嘿，爱较顺的。所以右派甲左派长期的伫咧遐安尼搭来搭去。左派感觉讲，咱欧盟毋是标榜人权吗？人道啊，对，人道主义，咱爱甲因修，爱甲因救。右派的讲袂使，咱这。天主教、基督教的欧洲领当变成伊斯兰教的欧洲，所以因这左右派的一直伫遐斗争。但是你会发觉讲，欧洲这几年来，逐个国家因咧选举的时阵，结果拢是右派赢，就表示讲，欧洲人甲美国，对，甲美国共款，阮拢希望讲卖遮尔侪人来，所以川普当选嘛，是因为伊的这个反移民的政策。我搁补充一个，就是讲头拄仔人讲，伊的静音是讲。迄个足侪人蛇集团也是讲，遮个年轻人听迄网络族群的错误的讯息嘛，错误解读。但是伊阁有一个原因，就是讲西班牙对今年开始，伊甲这古早来咱遮拍工的非法移民，不管你是毋是合法的，是非法，互你一个就地合法的机会，甲当初奥巴马共款。我互你鱼啊，我不如互你鱼竿。所以你若是有身份了，你会使咧遮。找头路，你就会使纳税金嘛，对，你就拉抬咱的经济，所以西班牙就讲，咱只要今年1月1号进前，你已经要来西班牙，你已经待伫遮5个月以上，会使互你1年的工作甲居留签证。所以这个我感觉伊是一个原因，足侪欧盟国家的美讲，就是因为你这个政策，伊要提供100万的短期移民，对，结果真正100万的人来申请，所以欧盟就刚刚讲，这就是你西班牙造成这个问题。这西班牙，我来问西班牙人啊。现在这个左派政府当然对移民政策是很友善的，但是实际上执行的结果，西班牙人的人民有接受吗？我觉得会分2个完全不一样。刚刚说的就是现在西班牙社会也是越来越分裂，其中一个原因是就是关于移民。而且移民也是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大家都讨论移民，但是移民有很多种，有不同的来源的移民，也是有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对。然后最近西班牙政府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把理论上有50万个非法移民马上合法化。这件事也是引发，就是在野党也是慢慢就批评得很严重。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突然把理论上50万非法移民合法化，那你应该要给他们工作，你要给他们一些可以在那边就是合法发展的机会。但是这个是他们已经规划好吗？就是恐怕没有，而且不只是50万，
这个是比较好看的数字，但是事实上不止啊大概120万，对，因为还有这些人的家人，而且这个会引发过了几年可能会2倍的数字。因为这个当然也是会很多人会看到，会觉得这是很容易是可以。你说不好意思哦，我要停在这里让观众理解一下。你说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有120万，对，没有注册的，对，因为这个在西班牙的社会，你如果回到西班牙马德里街头，你的体感是什么？你听到不同的话，然后不同的人，还是什么状态？他白天都躲起来，还是什么状态？基本上，这个是我每次看到西班牙人，我都是问他们，因为毕竟我是住在台湾，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问西班牙人，而且我一直在问一模一样的问题，大部分的人会觉得西班牙已经变了，马德里感觉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是很多地方，比如说巴塞罗那。他们常常会抱怨这件事，会觉得巴塞罗那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很多人害怕。然后新闻一直在报道一些有非法移民做了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会引发。那会不会抢了工作呢？有讲报跟很多不同的就是社会动乱的。对，所以很多人是蛮担心这件事。这件事现在也是让西班牙社会，简单的说，有某一部分比较左派会觉得，我们还是要包容这些人，因为他们是难民。我们就是要用像，就是他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应该要有。就是要保持一些人权 ，tolerate 对，但是另外一个蛮大的一部分也是在反抗，会觉得人权我们也是人，所以我们也要保护自己，这个也是我们基本人权的一部分，而且我们本来应该国家要保护国家的人，所以这个也是让不是台湾社会，西班牙社会越来越分裂。好，这个我就要请教蔡老师哈。其实刚刚我有问过。我有问过姜老师，就是讲，既然即马你也头也讲，马格里比即马经济当咧起飞，当咧好，甚至有可能取代南非在过去在非洲的这个地位，伊应该是欠工啊？不会啊，无欠工。无。啊，无欠工啊，需要工作机会。需要工作机会。欢迎。歹济啊？无，我。基本上我们的年轻劳动力很多，然后年轻人失业率很高。啊，这是安怎社会性的摩擦？长期。是讲要需要的工作，因无爱做，因要做别行，没有工作，无工作。所以咱会当该理解讲，经济还佫无发展到迄个感觉。一个咧开始像头拄有讲中国去摩洛哥投资嘛。你若是看迄新闻报道，都是非常的正面。比如说什么中国组一个什么中非会议，然后是很多非洲国家一起来讨论哪一种，就是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很盛大，他们摩洛哥非常乐在其中。然后说什么加入一带一路，他们都很高兴。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坦吉尔，离那个就是跟直布罗海峡旁边那个坦吉尔，他那个港口在新建，也都是很早就是中国的工程过来，这个都是公开的。然后我依照因为我在沙漠嘛，我感觉讲这是新闻迄种感觉。但是伊伫甲我先生的一个侄子，就是高中毕业拢找无头路，安怎都无头路，安怎找都无头路，想尾。伊是无专长还是安怎？咩啊讲，就是无头路。你有你就是无就对啊。有世界打工，你就变成讲你。老师歹势，你甲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即马住马格里布倒一个城市？美苏嘎。迄是算作是沙漠。伫沙漠内面。我们在撒哈拉。伫撒哈拉内面。对。所以迄要找道路有较困难吧？无，唔是安尼讲哦。我迄个侄子伫咧HDR，就是他离那个美苏嘎还有一段路，它是一个城市，没有什么工作，我们美苏嘎工作还比较多。为虾米呢？因为有观光客啊。所以你唔是讲城市甲沙漠的问题，变成讲有，即马变成讲有人来我美苏嘎，我们沙漠因为叫观光客，你去什么牵个骆驼，你还有一点钱，但是你有人去食上啊，有。嘿，但是有当时你咧多钱你是无的，
尾啊，我是讲到这个代志是讲，我突然之间我感觉讲，有触动到我，就是伊安怎找拢找无，几啊年拢找无。啊，而且伊嘛无迄种，要讲迄种什么年轻训练所，拢无种物件。结婚啊，啥物拢无。嘿，拢无。啊，上尾，伊即马咧趁钱儿，啊，伫咧中国人的工厂内底食头路，就是讲做一寡迄种。十工啊，嘿，啊，本是伊头路就是这。啊，一直到知影，你讲即件代志已经发生伫我身躯边，而且我大沙漠的人，我较真正感觉着讲迄种经济实力入来了后，伊就是很绵密的往外扩展出去。哦，咱就整体来讲，嘿，摩洛哥的经济在这个发展之下，是真侪人无头路，还是真侪人找无适合的头路？伊即摆变成讲伊的迄个就业率有上升，伊头路较侪，数字较好。嘿，啊嘛真正讲有足侪人，伊经济真正比以前较好，但是伊变成伊城乡差距伊就出现。啊，我唔知你有印象？几个月前摩洛哥不是有什么日世代上街抗议什么的？啊，遐年轻人就出来讲，伊要爱医疗，伊要爱教育，伊不爱足球场。因为即马摩洛哥足球一直发展嘛，嘿，啊，伊就是讲，伊是讲希望政府把迄个资源从下放伫咧，伊就讲，比如讲，我爸爸妈妈需要病院，但是我无需要踢足球，类似像这样子，讲希望讲政府把它的资源投资在一些比较民生基础的部分，所以其实它有城乡差距出现，但是你马上可以看到讲，以城市海边加一直发展起来。比如愈来愈多人来打足球，他都那个老师有提到，就是美国跟就是自从那个摩洛哥加入那个亚伯拉罕协议之后，他承认以色列之后，以色列的资金也进来了。来哦。川普那个美国的资金也进来了，所以其实前一阵子就是摩洛哥很大的新闻，就是有一条路从那个迪士尼一直到那个达克拉，它穿越整个那个就是它在撒哈拉很长，有1055千多公里。对，那条路叫做川普大道。就前2天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整个地缘政治的改变，或者说是跟美国之间、那个以色列之间，或者跟阿尔及利亚之间，它就不会是只是难民而已，就非常的相互牵动。我只能这样讲。这真微妙吼，真巧妙吼。咱唔是讲真巧妙，就是这真蹊跷的代志吼。这我来请教姜老师吼。既然这个地缘政治是安尼开始吼，这是一时之间爱切的，伊切得好吗？还是讲无啦？伊这本来就是敢若地球共款，迄地壳咧，你甲我剪者，我甲你剪过来，啊，我这个正常的能量吼，甲你释放了，我搁来一个。这到底是安怎来看？尤其是像这个历史原因所存在，可能100年嘛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吧？对，现在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最核心的一个地缘战略的问题，其实就是西撒哈拉的问题。西班牙很重视这个西撒哈拉，所以西班牙的改变立场对于摩洛哥来说是很重要的哦。因为那本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嘛，啊，西班牙1976年的时候撤军了，结果就变成西撒哈拉就变成一部分是 Polisario 的那个等于是西撒哈拉独立运动，另外就是一部分是大概有3/4。是摩洛哥在控制的，那就一直在争夺这个西撒哈拉的这个主权嘛，还有它的未来嘛，啊，就西班牙对这个东西很重视，所以西班牙一旦改变立场，因为他之前跟这个摩洛哥之间就是因为西撒哈拉问题常常会有争执。这爱有观众朋友来了解哦，西班牙啊，伊咱个讲的，伊是老牌的国家，伊这个。铁军啊，伊是安怎一定爱支持这个独立的？你领导的代志就好，是安怎爱支持这个？是讲我看袂到你摩洛哥，你能当好，我甲你分做2地。没有，西班牙他没有去支持独立，只是西班牙他中立啊，你们自己去打，自己去抢啊，他不去介入这个事情。可西班牙在2022年的时候就宣布支持了这个摩洛哥的这个自治案嘛。摩洛哥对于西班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但这是以前他的殖民地啊。可是对他来说的话，第一个摩洛哥，第一个他们地理
位置很相近，然后它在摩洛哥还有那2块领土，对不对啊？那2块领土摩洛哥常常会要求领土主权嘛，可西班牙人又不愿意让，所以这2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潜在的跟摩洛哥之间的冲突。可是他今天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面去支持摩洛哥的时候，其实塞乌达跟美利亚的问题其实都不重要，就变小了，但根本不是问题了，因为真正对摩洛哥重要的是西撒哈拉。因为西撒哈拉里面有阿尔及利亚，我看你没送的时候，我给你绑一个。对，这个就是摩洛哥，因为我刚刚讲过，他在2021年已经做过一样的事情，他会把移民当成一个政治武器啦，然后来对西班牙，他才表达他的不满，表达他的不满，就是这样子，对，他会拿这个东西这样做。但是这个移民跟非法的移民当作武器，这项代志在欧洲敢行得通？欧洲人。我看122个国家徛出来，虽然大家互相骂来骂去，老师安怎看？对，表明这道开会了，欧盟是感觉讲，西班牙处理甲袂歹，但是我感觉下次若是佫愈严重的代志，可能因伫咧申根签证内底，就可能讲，无你西班牙，你看你敢要先家己独立出去啊？是安怎？我补充一点，其实遮所有的不管是难民啊、非法移民，因来到欧洲，就像头拄主持人讲的，因其实因要去条件较好的所在，伊可能要去西欧，还是北欧，可是咱会感觉讲，因不管是你陆路未来，你陆路未来是先到东欧嘛，你若是海路，你对地中海起来，你是先到希腊、甲西班牙，所以变成讲，我常常讲这移民的问题，伫咧欧盟有所谓的迄东南西北问题，因为因是难民、非法移民到欧洲的第一站就是东欧甲南欧。可是这不是因的目的地，因是要去北欧甲西欧所以想到西班牙伊承受很大的压力，伊的人力财力，你拢爱先甲伊动的嘛，无遮尔侪人因得要来咱欧盟，所以伊长期以来伊的这个移民问题是足困扰。就是咱讲北西班牙会使讲来，你若爱甲我动的，拜托的，小来累一下，钱来一下，还是军队来帮忙。因敢会安尼来开喙？对，以早因是希望讲西欧甲北欧国家，恁会使安尼帮忙但是欧盟因后来有一个叫都柏林公约，都柏林公约就是讲，恁遮所有难民，你到欧洲的第一个国家，你当然会使甲伊申请庇护，你袂使去。你莫去找别人。嘿，因以早是4、5斤，像咧申请大学安尼讲你投4、5斤。我调签吗？对，但你占唔到别人的名额嘛？所以都柏林公约就讲，你到欧洲的第一个国家，安尼通常就是西班牙甲意大利。意大利因为即马梅诺尼伊是右派，甲川普同款，所以伊是足反移民，这道嘛是伊抨击西班牙上严重的。这里面还佫真复杂吼。黑术士，刚刚也听到了，这里面欧盟其实可能未来态度会不一样那么西班牙的政权，左派政权有这么稳定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稳定，因为我看他一天到晚出事西班牙，我觉得现在他的人民法院啊，干嘛什么的。对，其实西班牙现在的政府也是一种例外。因为他们也是通过一些我必须说不是这么民主的方式来稳固自己的权利，所以就引发现在西班牙在欧洲算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我们刚刚在讨论，就是欧洲各地方，即使不管是左派或是右派，现在欧洲都有一种很明显的变化，是在就是比较严格的管理他们的非法移民。因为曾经有很多左派的政府就是比较就是开放的，就是欢迎一些移民，然后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然后现在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基本上都会比较严格，除了西班牙之外，西班牙也是蛮特别，因为我比较熟悉的是中国。西班牙跟中国的关系在欧洲也算是一种例外，比如说西班牙是唯一的国家，他们的5G 设备，他们还是在华为那边，所以算是很多政策是完全不一样，或是跟美国的关系，欧洲还是保持一种。好，那最后你预测一下，或者你可以说摩洛哥到底会在中国跟美国之间？他会向哪一边，还是他就是两边？两个都是，因为我觉得摩洛哥非常聪明的一种方法是，他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而是比较靠近谁，
它都是以就是利益，对。所以比如说刚刚老师也是在讲的，中共是在就是利用摩洛哥来“一带一路”，然后是通过摩洛哥来，然后还去签亚伯